伫这个月24日，有一个阿嬷下落去邦桥车头的柜台，当场互一个高中生看到，遂跳落去柜台解救。代替表示讲，日后若真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建议民众赶紧通报，无建议直接跳落去急救。另外，代替也要试办这柜台闸门，按算年底伫咧高雄车头开始试办。 画面内底有几落个民众冲到月台边，表情真紧张，因为有一个阿嬷24早起8点外，伫邦桥路南2A 月台等车，无细二为月台落落铁轨路，一个18岁姓李的同学看火车还未入站，冒险跳落月台，甲阿嬷成功救到铁轨路中的空棚，救到伊宝贵的性命。左右看了一下，火车车头灯是还没进来的，所以我才赶下去。那个阿嬷其实没有什么反应，她可能已经有点。 就是有吓到，所以就是瘫坐在那边，让我就是很轻易就可以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。他有时候他爸爸也常跟他讲，你在助人以前，你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。那这也是我们常在做安全教育提醒孩子的。朝最高的这个奖励，应该是会往记大功的方式。不过台铁公司是讲，若做以后民众看到类似的状况，第一个反应应该爱通知总务人员，无鼓励民众跳落去救人，因为惊增加风险。 列车进站时，司机员预防性刹停，未影响列车行车安全，后续依违反铁路法，函移主管机关交通部铁道局裁处。 为了提升旅客单车安全性，台铁嘛伫研究设月台门的可行性，预定年底伫高雄站试办。不过学者认为，台铁列车形式真侪种，月台门必须适用所有车种车门的位，难度真悬。 因为不同的车种来说，它的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有活动月台门啊，这个东西就技术上要去克服啦。只是不是有些国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可以去做调整。当然有机会是好的事情。学者嘛建议台铁当地列车进出站的时阵加强广播，提醒乘客注意安全。铁路警察局是呼吁旅客等车的时阵，唔通挖月台上挖，还有唔通超过黄色警戒线，则袂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